開咖啡店，咁生意非常之差。我而家喺香港開咖啡店，咁生意非常之差，每日嘅客都好少，基本上都只係做熟客啦，生客就好少，日頭都好少。如果你係開咖啡店，咁呢度我有3招嘅引流招數可以同你分享下。第一招叫做盲盒咖啡特調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你可以推出一個叫做38蚊嘅盲盒咖啡。好啦，即係話當個客人佢俾咗錢之後，咁你哋嘅咖啡師就會隨機咁樣咧去調配一個特飲出嚟。咁呢個特飲可以係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嘅配搭嚟嘅，譬如鹹檸七咖啡，或者係一啲叫做冬陰功風味嘅一啲咖啡。嗱，咪覺得好得意？嗱，千祈唔好笑啊！但喺國內咧就係一啲咁特別、咁騎呢嘅一啲配搭。喺國內有一杯咖啡，佢將茅台呢杯嘅美酒去結合咖啡，就係呢杯咁特別嘅特飲咧，單日一推出嘅話咧就已經破億啦。所以一啲特別嘅配搭咧係好啱一啲年輕人去爭住去試嘅。咁特別嘅嘢咧，佢哋會瘋狂咁樣去打卡，分享喺一啲嘅社交平台啊，佢哋會分享喺一啲 Facebook 嘅 IG 啊或者其他嘅社交平台上面嘅，咁亦都係可以達到一個免費嘅宣傳效果。好啦，咁第二招係咩咧？第二招就係咖啡社交密碼。嗱，呢一招都幾得意嘅。客人喺佢哋落單嘅時候咧，佢哋有2款杯咧係可以選擇嘅。呢2款杯係咁樣樣嘅吓。第一款杯叫做社恐杯，第二款杯叫做社牛杯。好啦，拎住社恐杯嘅呢班客人，店員係全程都唔會打擾佢嘅。喂，我哋自己匿埋喺一角，你慢慢自己飲，因為我哋社恐嘛，係咪？佢哋想一個人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拎住社牛杯嘅呢一班客人咧，咁就有啲唔同啦。社牛杯嘅呢班客人咧，店員係會主動幫你揾埋其他嗰啲攞住社牛杯嘅人咧，同你一齊搭台一齊飲嘅。好啦，搭台一齊飲嘅時候咧，店員就會送上一啲嘅小食，免費送，咁可以俾你哋咧一啲2個嘅陌生人，大家就可以喺度傾偈啦。所以你個場咧唔單止係攞嚟飲咖啡，你個場其實都係一個叫做乜嘢社交平台。好啦，咁所以無論你自己本身係想結識一啲嘅新朋友，或者係靜靜雞匿埋喺一角飲咖啡都好啦，嘆咖啡都好啦，其實呢個都係非常之啱嘅。第3招係點樣樣咧？第3招咧就係叫做咖啡故事牆。咁可能都會覺得話，我鋪頭都有啦，係咪？咁有少少唔同嘅，係點樣樣嘅咧？喺個店裏邊，當然啦，你要設立一個故事牆。咁當個客人佢寫低咗佢自己嘅故事喺個故事牆上面，你就送一杯咖啡俾佢。之後你就睇下個客人佢哋寫咗一啲乜嘢嘅故事啦。如果個故事係夠精彩嘅話咧，你係可以將個故事嘅主題做一個特調出嚟嘅。呢個特調咧係可以用個客人個名嚟命名，用佢個名加埋佢嘅故事，件事就好唔同啦。飲咖啡兼埋分享故事，而呢個故事你唔識做唔緊要，你可以用 AI 將佢構思成一條影片，由 AI 幫你去做 ，AI 幫你做一個感人或者一啲勵志嘅一啲故事。咁呢個咧係最啱一啲而家時下嘅文藝青年。